好，接下来听力测验。比较难的就是这个篇章理解了，因为篇章理解它和单句理解、对话理解一样，都是先看到有4个选项，但是我们看不到它的题目。篇章理解的内容也比较长。在過來佢圍繞2則到3則嘅題目，題目還係冇溫詞，但強先行圍繞溫詞。所以呢，我們可以先來看這幾個題目裡面的選項，理解各個選項的語義後，再來注意聽題目，才能在文章的線索裡面選出正確的答案。比如第一題的選項，一鉛柄太少，錢放太少。二套上空空，抽屜空空。三套上冇鎖，抽屜沒有鎖。四鎖到太黑，鎖得太緊。第二題的選項，一驚發生意外，怕發生意外。二唔留人交叉，不和人往來。三跟等於西行，跟着人流行。四求一則心安，求一個心安。第三題的選項，一打幫隔壁鄰舍，幸虧有隔壁鄰居。二生活苦冇好偷，生活苦沒有好偷。三種下全冇賊了，鄉下完全沒有小偷。四屋下有人裝燈，家裡有人看着。看了到先行日後，了解佢每日則先行嘅意思，因你就愛注意來談佢嘅題目，用版來念出來。再過來答題嘅題目，留佢嘅先行，因你愛用版選出正確嘅答案。好，因你來看這題，佢係用版出界。錯完步，學校本冊日頭，打咗盤過些就亂吵吵，一個同事嘅頭像全撬開落嚟，地圖嘅錢本人頭強強。我實實來開從來唔是所嘅頭像，本本係係暗亂。學生教嘅盤串錢，我難是大轉移，順勢寫出斯普日大廈，學得冇本機拿走。怕係我嘅頭像冇數，寫得看唔上眼，也係時間付唔出，賬冇變多，也時間。談到你身上出講，韓國冇講的，我所按係還有法度撬開來，從時帶出裝下，題目都唔是數個，唔是本冊的頭個，阿爸總係認為屋下冇乜嘅重要嘅東西，在嗰個裝票有錢，隔壁有錢，係講切股而來。未當機唔係，雖然講防君子唔防小人，該到鐵條、鐵窗、鐵門、派鎖、電刀，殺老七家鎖起來，檢查發生意外，就是冇命咧。請問，測量樣板對作者嘅頭像看唔上眼？請問小偷為什麼對作者的抽屜看不上眼呢？該下按你看了題目嘅文字之後，按你做得先解係3號，頭像冇數。作者認為，以下嘅人老七家鎖起來嘅理由係乜嘅？作者認為現在的人把自己鎖起來的理由是什麼？答案會係 C， 求一則心安。作者嘅阿爸大裝下，認為唔讓人偷呢？作者的父親住在鄉下，為什麼會不怕人偷呢？
答案我们会选择一。打棒甲标林傻，在刚才的题目里面，我们都有看到，大家有听出来吗？跟大家介绍完了听力测验的单句理解、对话理解、篇章理解后，大家对听力测验就有了一个完整的概念了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3种题型要拿到高分的方法，其实是相当接近的。就是要先理解每个选项的意思，再来我们用心来听题目，再来从题目和文章的线索里面，我们来选出正确的答案。